喂 ，Hello， 大家好，歡迎嚟到今集嘅 Chelsea True Blue。車路士喺星期六晚對住般尼嘅賽事呢，被對方喺尾段逼和1-1，主場痛失2分。咁究竟點解車路士今場波會再一次喺護級球隊身上失分呢？車路士失分又純粹係咪因為科芬拿下半場嘅2黃1紅呢？咁我哋而家就即刻一齊探討一下。首先，車路士今場波喺人腳上呢有唔少嘅變動。左閘方面用上咗古斯道作為正選，取代受傷嘅古古尼亞，黑圖呢就擔任後備。而詹士就繼對住水晶宮嘅比賽之後，再一次喺英超度擔任正選。中堅兩位就用上咗查魯巴同埋科芬拿，算係車路士一隊最穩健嘅中堅組合。而中前場大部分嘅人選都係預期之內。羅斯尼亞繼續只係用咗帕杜尼圖一位正中翼鋒，將加拿祖放喺後備席。爬馬就名義上係4-2-3-1嘅右翼，負責支援住狀態大勇嘅祖奧帕杜。至於般尼方面，佢哋今場就排出一個3-4-2-1陣式，用5人後防去穩固防守。咁我哋而家就先睇一睇車路士今場波有波在腳嘅時候呢係點樣去策動組織。羅斯尼亞繼續用翻佢最喜歡嘅組織方式，留翻2位中堅喺後場，而卡斯道同埋山道士2位防中就喺中間嘅位置度幫手策動組織，將2隻閘位球員推上前場，唔需要佢哋參與太多嘅後場組織，變相車路士就可以有更加多嘅球員去參與進攻。咁由於我哋只係出咗一隻正中嘅翼鋒，喺進攻嘅時候柯素費南迪斯就會變咗做一個右邊嘅進攻中場，連同埋彭馬、古斯道，形成一個3人嘅進攻中場組合。帕杜尼圖同埋詹士就會負責喺兩邊度提供闊度，而車路士亦都憑住呢一種組織方式喺早段度領先般尼。當時山道士墮後現身攞波，而卡斯道就喺中間處於一個無人看管嘅狀態。當卡斯道攞到波之後，般尼嘅3箭頭都冇人去緊逼住卡斯道，而般尼嘅2位中場球員奧高卓古同埋美治比亦都同卡斯道有一定嘅距離。咁眼見中間有咁多空位，卡斯道就選擇放一個直線去般尼嘅後場，輕鬆穿過咗3人中堅嘅防線。作為右中堅嘅獲加想回身再追嘅時候帕杜尼圖就已經成功攞到個波，第一時間將個波傳入中間，令到祖奧帕杜可以喺中間度輕鬆射入。而呢一球波之所以咁輕鬆能夠入到，當然都同般尼嘅防守有好大關係。佢當時並冇處於一個收縮嘅狀態，而且前中後3線嘅距離亦都相隔得比較遠，同時整條防線亦都推前咗，令到車路士可以發揮到最強嘅進攻方式，把握對方身後嘅空位去活動。咁不過都要稱讚卡斯道呢一球嘅果斷性，佢一見到有空位就即刻將個波放去前場，令到球隊可以早早領先。咁正當我哋以為車路士咁早領先會繼續得勢不饒人，主動搶攻般尼，誰不知比賽好快就進入咗一個老鼠拉龜嘅局面。失咗波嘅般尼就吸取咗教訓，將整條防線收翻後，形成翻一個穩固嘅3-4-2-1，後場空位係即刻少咗好多嘅。呢個時候車路士就浮現咗問題出嚟啦。我哋先了解下羅斯尼亞今場波嘅進攻諗法。面對住般尼嘅5人防線，羅斯尼亞用帕杜尼圖、詹士去牽引住對方嘅2隻翼位球員，中間就靠祖奧帕杜、彭馬、安素費南迪斯、古斯道4位球員去策動攻勢。咁但我哋可以見到車路士今場波嘅地面組織其實都唔係咁順。當般尼後防收縮嘅時候，佢哋中間有3位中堅，再加上2位防守中場，以及前面3位球員亦都積極咁樣回防，咁令到中路就唔會處於一個人數上嘅劣勢。而羅斯尼亞今場波都繼續想用2位防中球員去拖一啲地波入去揾前場嘅幾位進攻球員。咁呢一招喺之前嘅比賽都頻頻出現過，例如係對住列斯聯嘅第一個入波，都係靠山道士去策動組織。咁奈何今場波般尼嘅防守就比起列斯聯更加緊密，即使爬馬同埋祖奧帕杜都有第一時間出嚟現身再撞一腳俾隊友，咁但係都未能夠輕鬆打得鬆對方嘅防線。另外我哋都可以留意到一點，就係車路士今場波進攻最有威脅嗰幾下攻勢都係嚟自爬馬嘅。爬馬今場嘅主要活動範圍都喺正中間，咁不過佢呢幾下起腳其實都唔係嚟自組織方面嘅配合，反而都係嚟自般尼中後場嘅一啲個人犯錯，而令到爬馬取得咗起腳嘅機會。咁可惜嘅係，佢就把握唔到對方呢幾下嘅犯錯，未能夠幫車路士喺上半場拉開比數。而雖然今場波佢喺進攻方面嘅參與度都算高，咁不過喺最尾1-2腳嘅決定性方面就唔係做得咁好，尤其是喺傳送方面，往往都未能夠揾到最佳嘅人選。以爬馬嘅能力嚟計絕對能夠處理得更加好嘅。同一時間，車路士另外2位進攻中場古斯道同埋安素費南迪斯今場嘅表現亦都未算出色。呢一點都係車路士今場波未能夠取得第2個入球嘅原因。羅斯尼亞今場選擇將安素費南迪斯放喺右邊，古斯道放喺左手邊，反而就削弱咗2位球員嘅能力。安素費南迪斯大家一向都知道佢係要挨住左邊先發揮得好，可以俾佢拐入中間派跑或者起腳。
而今場波安素法蘭迪斯咧長期都係企喺右手邊嘅 half space 位置，大部分時間咧都係做一個駁腳嘅角色，冇太多機會可以俾到佢咧放一啲滲透性嘅傳送。而上半場唯一最亮眼嘅一次傳送咧，正係嚟自佢去咗左手邊現身攞波，然後再放一個過頭波去揾禁區入面嘅古斯道。而值得一提嘅係，安素法蘭迪斯咧今場波居然係連一次嘅明顯機會都冇創造到出嚟，同時亦都只係作出咗一次起腳。睇翻上一場聯賽對住列斯聯，安素法蘭迪斯踢左邊嘅進攻中場咧，總共能夠創造到5次機會出嚟，整體表現咧係比起今場波好好多嘅。咁所以經過咗今場波之後，相信安素法蘭迪斯喺之後嘅比賽咧，應該都係會靠近翻左手邊多啲，咁樣先能夠發揮到佢最好嘅表現。咁但係點解明明羅斯尼亞都知道安素法蘭迪斯踢左手邊係好啲，但係最後今場波都將佢擺喺右手邊呢？原因就係因為古斯道今場波需要踢左閘嘅位置，而羅斯尼亞咧亦都選擇咗將佢內收入去中間，咁所以咧安素法蘭迪斯咧就要負責喺右手邊進攻。咁但係其實同樣地，古斯道今場波喺左手邊嘅功用咧都唔係真係咁大。今場波佢喺左手邊嘅進攻威脅咧都係有限，雖然佢有嘗試做一啲 underlap 嘅工作，咁但係都要去到下半場嘅階段，先有1-2次機會可以喺 half space 度出到波，加上礙於佢需要用左腳嘅關係，威脅性咧其實都減低咗，而佢同左翼嘅帕杜尼圖產生出嚟嘅化學作用都唔大，亦都令到車路士今場波喺左邊嘅進攻咧係相對疲弱嘅。相反，車路士今場波最簡單直接嘅進攻威脅咧就係利用詹士喺右路嘅傳中球。喺羅斯尼亞執教底下，詹士咧就多翻好多機會拉去邊線，更加接近一個傳統嘅右閘。從呢一張 heat map 都可以睇到，詹士基本上成場波咧都係貼近住右邊去活動。而今場佢喺進攻嗰陣咧，更加推到上去做一個右翼，全場亦都作出咗8次嘅傳中，而有幾次嘅落點傳送咧，其實都相當之唔錯，產生到一定嘅威脅出嚟。咁不過始終今場波都係需要長期面對住密集，我自己咧其實都係偏向認同咧需要出多一個正宗嘅翼鋒。雖然今場波艾斯迪華因為 hamstring 受傷，連後備都冇做到，咁但我自己認為咧，即使佢係冇受傷，羅斯尼亞今場波咧都未必會出晒2隻正宗翼鋒，因為佢喺之前對住狼隊同埋列斯聯嘅比賽入面，都係喺進攻嗰陣咧推咗古古尼亞上去做一個左翼，情況就類似係今場波占士咁樣。咁點解佢會偏向中意呢一個做法呢？原因就係因為可以一次過出晒山道士、卡斯道、安素法蘭迪斯同埋爬馬4位唔同類型嘅中場。如果選擇出多一位翼鋒的話，呢4位球員咧就要抽起一個。但對於羅斯尼亞嚟講，呢4位球員嘅重要性咧都係相當之大。山道士同埋卡斯道咧就負責梳理中場，穩固球隊嘅中路組織，亦都會打一啲短傳入去禁區頂嘅位置。而有咗佢哋兩個喺度，安素法蘭迪斯咧就可以推返前少少，安心做一個進攻中場嘅角色，增加呢位球員嘅入球機會。而爬馬就更加唔使講，有佢喺陣中，祖帕道咧喺前場就可以更加專心走位，花更加多嘅心機咧去處理最後一腳。咁所以羅斯尼亞嘅諗法就係以中路嘅組織為最大前提，邊路咧就將一位閘位球員推上去做翼鋒，可以利用呢位閘位球員嘅能力去做傳中波，就好似車路士對狼隊第3個入波咁樣。咁但係點解我自己都係偏向喺兩邊出翻正宗嘅翼鋒呢？即使羅斯尼亞呢一個做法咧，其實都有參考性，喺之前對住狼隊同埋列斯聯嘅比賽咧，亦都有好嘅組織呈現過出嚟。咁但係當面對住密集嘅時候，今場波我哋見到車路士嘅進攻板斧咧係唔足夠。就算詹士嘅傳中能力再好，始終對方都有一位左翼位堪富利士跟住佢，咁都知道詹士一定係會落底線或者喺右邊度傳中。只要中間嘅防守夠集中，其實都唔係咁容易可以產生到一個起腳出嚟。而且今場波右手邊嘅進攻中場咧係安素法蘭迪斯，兩位球員喺右手邊咧有時候都會重疊咗位置，好難將個波能夠放到去 half space 位置。去唔到呢個位咧，亦都意味住進攻嘅威脅度咧會減低咗，好難產生到一啲滲透性嘅地波入中間。相反，如果出翻一個翼足嘅翼鋒球員喺邊線咧，就可以進行1對1嘅個人突破，再配合埋閘位球員 overlap 或者 underlap 的話，就可以做到一個2打1或者2打2嘅局面出嚟。咁當詹士可以入到禁區位置出波的話，真正嘅威脅咧就可以產生到出嚟。咁樣做咧會比起喺外圍傳中咧更加容易取得入波。咁所以經過咗今場波之後，羅斯尼亞都要諗一諗之後對住低位防守嘅球隊，仲可唔可以用呢一招去破到密集，同埋喺古古尼亞受傷嘅呢一段時間，我哋又可以點樣可以平衡到左手邊嘅攻守能力呢？咁不過雖然車路士今場波嘅發揮咧就唔係特別理想，咁不過按照正常發展的話，車路士要喺主場攞到呢3分咧，其實都係唔難嘅。搬嚟喺頭70分鐘所產生出嚟嘅攻勢咧，其實都係好少。車路士喺防守上咧都冇受到太大嘅壓力。誰不知咧去到下半場嘅階段，突然間就出現咗科芬拿嘅2黃1紅，令到我哋喺最尾20分鐘咧需要再一次面對一個尷尬局面。呢一張紅牌亦都係車路士今屆英超嘅第6張紅牌，
已經追平咗球會單季最多紅牌嘅紀錄。而車路士呢個時候呢，亦都只係領先住一球，打少一人呢，要再入第二球呢就比較困難。羅斯尼亞呢亦都只能夠選擇換入一班後防球員，包括係客圖同埋艾迪拿拜奧，抽起翻彭馬，減少一個進攻球員，去彌補翻後場嘅空缺。呢個時候嘅車路士亦都只能夠收縮喺後場，令到般尼喺最尾20分鐘呢可以主導比賽形勢，創造翻唔少嘅進攻機會出嚟。最終更加喺補時階段，憑住角球攻勢追平。翻查翻數據，今季車路士喺領先嘅時候呢，總共失咗19分，當中更加有17分呢係嚟自主場，可以話係相當之誇張。咁所以呢個劇本呢，亦都令到球迷見慣不怪。而我哋睇翻呢一個失波，車路士居然冇人去 mark 住對方嘅前鋒費林明，令到呢位荷蘭中鋒可以喺無人看管嘅情況之下輕鬆頂入。羅斯尼亞賽後呢就講到，有一位球員呢係冇跟從佢嘅指示去 mark 住費林明，令到球隊喺呢個角球攻勢度失波。而睇翻費林明喺角球開波嘅時候呢，係企咗喺12碼點附近嘅位置，算係隱藏得比較後，成功避開咗車路士一眾中堅球員嘅看管。而當時同費林明最近嘅球員呢，就係山道士。咁但我自己覺得呢，羅斯尼亞賽後所講嘅球員呢，就應該唔係山道士。始終山道士嘅身高同埋頂上功夫呢，都絕對冇費林明咁好。即使揾佢對住費林明喺防守上呢，其實都唔會有咩明顯嘅優勢。我自己個人就覺得羅斯尼亞應該係 expect 中堅嘅球員呢會去 mark 翻住對方嘅前鋒。咁所以我個人估計佢想講嘅球員應該係後備換入嚟嘅艾迪拿拜奧或者係沙亞。羅斯尼亞喺尾段換入呢兩位中堅球員，其實無非都係想加強翻球隊喺空中嘅控制能力，誰不知呢就反而毫無用處。而睇翻呢一個角球入面，沙亞嘅企位呢都可以話相當之奇怪。當時佢附近呢其實都冇其他般尼球員喺度，反而艾迪拿拜奧呢都要 mark 住對方嘅中堅艾斯迪夫。咁所以照計沙亞係有空間可以去 mark 住費林明，效果絕對係會比起就咁企喺前處呢更加好。而般尼嘅領隊帕加賽後亦都講到，佢喺尾段嘅調動呢就係針對翻車路士嘅換人。佢見到車路士換咗中堅球員出嚟，咁所以亦都選擇用高大嘅前鋒班尼斯去衝擊翻車路士嘅後防。而去到比賽嘅最尾1分鐘，般尼亦都再一次喺角球攻勢度呢爭啲開入到車路士波。同樣嘅套路，沃特包斯今次嘅落點呢，同入波嗰球呢基本上係一模一樣，都係放喺12碼點前少少嘅位置。今次山道士呢就終於能夠捉得住費林明，咁但係另外一位進攻球員拿神呢，亦都係無人看管。如果佢嘅頭槌能力好啲，或者換轉頂波嗰個係班尼斯的話，相信呢一球波呢就已經入咗。連同埋88分鐘嘅一次罰球攻勢，車路士喺最尾10分鐘入面呢，俾般尼做到3次相當之有威脅嘅死球攻勢。而呢3球波，車路士都完全俾唔到壓力頂波嗰位球員，喺空中爭奪嘅表現呢係非常之令人失望。而雖然我哋今季喺進攻死球方面係歐洲5大聯賽其中一隊最好嘅球隊，每100次死球呢平均入咗6.1球，但同一時間我哋喺防守死球失波嘅 expected goal 呢，每100次死球呢亦都高達咗6.5球，係全歐洲最高，反映得出我哋喺死球嘅進攻同埋防守方面表現呢係相當之極端。咁雖然話喺尾段換咗咁多防守球員，絕對都會影響到死球防守嘅部署，咁但係無可否認地，現階段車路士嘅死球防守呢真係完全唔合格。呢一樣嘢呢，羅斯尼亞同埋死球教練貝拿度古化呢係必須要去正視，否則我哋下場波呢絕對有機會俾阿仙奴懲罰我哋。而車路士連續2場喺主場俾護級球隊逼和之後，亦都顯示得出我哋喺領先之後呢都係未能夠控制局面，更加不斷出現咗個人嘅失誤。對住列斯聯2球失波呢，其實都可以避免。呢一場波出現嘅紅牌，其實亦都再一次反映得出我哋嘅球員呢缺乏大局觀，令到球隊呢陷入咗一個狼狽嘅局面。呢一啲失誤呢，其實喺今季已經出現咗好多次，我哋都因為呢一啲失誤呢，令到我哋喺聯賽度失咗好多分。而呢一場波亦都喺季尾度呢，少有地能夠可以一周一賽嘅賽事，有足夠嘅時間俾球員去準備。咁但可惜最後都係失分而回，絕對係冇藉口可言。踏入3月份之後，車路士對手對手呢將會越嚟越強，需要接連面對住阿仙奴、維拉同埋紐卡素。如果車路士球員唔能夠及時調整心態的話，爭5嘅路途呢將會困難重重。咁我哋就即管睇下羅斯尼亞可唔可以帶領到車路士喺聯賽度重返正軌，下場波作客酋長球場踢出水準，嘗試去助和望贏啦。好，咁今集就同大家講咗咁多先。你哋認為車路士今場波失分嘅關鍵係咩呢？歡迎喺留言區度留言，我都會希望繼續同大家交流一下。如果中意呢條片嘅話，就記得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讚好我嘅影片，同埋 share 俾啲 friend 一齊聽下啦。咁我哋下條片再見啦，拜拜。